来看高雄的大鼻湖，最近有民众去遐散步时阵，发现讲，水底哪有只航仔鱼伫遐游咧，因就将这画面翕落来，放上网络，因也伫咧怀疑讲，敢是民众来遮放杀的。来到大鼻湖园区的九曲桥，人徛伫河边，就看到湖底有2只航仔鱼游来游去。前一阵也有民众发现，嘛个画面翕落来，放去网络引起讨论。大家好嫌大鼻湖哪会有航仔鱼？因为这款正水的航仔鱼是外来种，这也互人对湖中的生态感觉烦恼。那当然是不好啦，来这边弃养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搞不好里面会污染或者什么的，不好。1年多吧，之前就有看过了，然后后面陆续我们也看过，别人有看过这样。屏东科技大学教授陈富新表示，对画面看起来，大鼻湖的应该是珍珠夯。这款鱼一体大约会当生5只至10只不等。以早都捌有人看到大鼻湖有航仔鱼出现，伊建议管理单位爱长期监测，即时甲移除，避免航仔鱼愈生愈大阵。如果有发现，当然是有办法移除，就可以先把它移除掉啊，就或者是说去监测一下，看到底澄清湖有多少数量的珍珠红在里面活动。澄清湖最早约于2021年发现有红鱼，推测因为民众弃养所致，目前未发现大量繁殖状况。本处亦将洽询相关单位评估移除可行性。因为这珍珠夯进前拢是人饲来看水的，可能是即摆热钓体啊无爱饲，就乌白放生。农业局表示，这款破坏生态行为毋但不可取，若是抓到嘛会当按照动保法上悬罚到15万块。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采访报道。